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地上万民着恬静，着恭敬伫伊的面前。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国外节，咱欢喜要来敬拜上帝。这时，咱起立来吟诗，圣诗123首美调。耶稣真正是国外。请坐。这时，咱要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用永远的慈爱来吸引阮。阮本来拢是罪人，毋过却你为着阮正人的罪，赏赐你的独生圣子，就是无罪耶稣基督。做阮正人的救赎，来为阮赎罪。耶稣基督，互人来钉伫十字架顶，因为伊受鞭拍，阮得到医治；因为伊的牺牲，阮来得到了救赎。亲爱阿爸爸上帝，
你爱阮借着信靠耶稣基督，你就会赦免阮，赏赐阮有更新的活命。你应允阮，若是阮伫基督的内面，阮就会诚做是一个新造的人。对安尼，阮借着耶稣基督，阮就会当白白得来这样的恩典。阮每日的祈祷，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甲阿爸爸上帝，你三甲相通，来向你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当阮想起你受难的时阵，门徒一个一个来逃走闪避，就是平常时讲大声话，彼得嘛3摆来无认主。这时，阮嘛想到阮家己一点点嘛无比当时的门徒搁较好。阮实在真见笑。阮常常拄到圣工，毋是闪避，就是提示。甚至阮无好的行为甲举止，至到阮也毋敢表明阮就是基督徒，因为阮无活出好的见证，阮免安来传福音咧。求主耶稣，你赦免阮，也怜悯阮。阮虽望常常来立志要行迄个好的，但是阮所行出来，却由不得阮。阮往往都是贫惰野善，来无行迄个好的，无照你的教示来去行。阮面对着阮一直互阮伫生命中原地伫咧袂振动这个老问题甲歹习惯，阮需要求主你来帮衬。求你伫阮的内面做主做王，互阮会当倚靠你的圣神来得到新的生命，无搁再做罪的奴仆。阮过着得胜的生活。今仔日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你对世来国外的国外节，也是阮三位一体上帝荣光的日子。搁较是阮正受阮的囝儿查某囝信仰会当得到激励甲稳定的记号。耶稣，你对四国外，你一摆搁提醒阮，阮的信仰袂抵到空空。无论阮拄着顺境、逆境、悲欢离合、辛苦病痛、忧伤失志，阮拢知，阮嘛也确信，因为阮就是有一个国外的救主，随时会做阮的倚靠，做阮的帮衬。就亲像当时门徒见到国外的主共款，因来得到激励，刚强壮大，来传主的福音，毋惊艰苦，毋惊困难，甚至是毋惊死亡。国外的主啊，伫即个特别的日子内面，阮搁再一摆来求你，求你，互阮亲像敢若门徒共款，甲你会当相拄。求你啊，敢若将门徒拆破圣经的道理共款，你来甲阮讲话，互阮的心，若门徒共款，会当拿对火烧共一样。阮亲爱的主耶稣，阮竟然对你遐白白得来恩典，阮就无应该来稳重起来，阮就应该照你的教示来去行。就是你有教示阮的诫命，阮就爱尽心、尽性、尽意听阮的上帝，也听阮的厝边，亲像听阮家己共款，来实践你所警戒阮的诫命。阮嘛爱实践你予阮的使命，就是阮爱好好来传福音，这个好消息，紧紧来甲传扬出去，就是实现上帝你的听，为着就是要荣光阮的主，阮的上帝。因为上帝你就是听，你无爱一个人沉沦，你爱全民拢得到救。要传福音这个代志，本该就是阮应该爱做的，毋是阮会得通夸口的。反倒当阮若无去做，就是毋对。就亲像保罗先生所讲，阮都爱有才的咯。主啊，请你来激励阮。国外的主，荣光的主，即嘛阮受阮的囝儿围围伫你的圣殿的中间，你坐伫荣光的宝座顶头，你有看见阮所拄着的一切。虽然阮做了无够额，虽然阮有野心贫惰，求你有缘用你无限的慈爱来赦免阮，来听阮的祈祷。
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若心内有困苦的，求你互因来得到透放；若是有受捆绑的，求你互因来得到自由；若是心神郁卒忧闷的，求你互因会当得到平安甲喜乐；若是厝内有拄到丧凶的，求你亲身来安慰因，全家大细；若是肉体有病痛的，求你因带会当有适当的医生来甲因医治；若是工作也是经济上有拄到困难的，求你赏赐因有教业的智慧甲能力来排解因目前的困难。主耶稣，阮知，只是阮有声还是无声的祈祷，愿国外的救主，若下着你的旨意的，求你着甲阮使阮祝福成全。阮嘛知，阮的祈祷实在是无够额，只是阮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咱要来启应上帝的话。伫启应文第4篇是圣诗的后面第5面。启应文第4篇，也就是诗篇的第16篇，圣诗的后面第5面。我来启，咱请会众来应。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成的百姓，用别的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献奠灰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业。所让予我的地，实在真水的所在。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这时，咱要共读使徒圣经，咱请会众三甲起立，咱斗阵来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玛利亚出世，伫温柔比拉多年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落地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阿这伊传伊个上帝大名，伊个对人来审判。请坐。
今仔是国外节，咱真欢喜，信歌队要用真水的声音，带咱三甲来敬拜上帝。伊要一面唱，一面讲，来互咱知影国外节的故事。国外这是一个牺牲的故事。咱袂当想象君王耶稣为咱所做的一切，伊毋捌看见伊所放撒的美丽情景，就是光的温暖、完全的喜乐、袂受拍破的平安，甲丰盛无比的疼。咱也永远无可能体验伊所受的苦楚，但请咱恬静，独独注目伫伊，来看主的身躯破碎流血，就详细来看伊的面，受残忍苦刑，至到变形。恁有想要对恁的王讲甚物话吗？
搁外者是一个黑暗的故事。荣耀的君王，担真侪忧伤的人子，公义的日头，担互黑暗打满。咱小小正义的节火，人族甲启明的火焰，已经受到人类凶狂怨愤的大风雨拍熄了。伫遐，迄位为着咱来牺牲的创造者，伫日头的时受钉伫十字架顶，因为咱深沉的罪过，伊受吞灭，伊所受那火得烧的痛苦，就是肉体、感情以及心灵的痛苦，是人类冤巧的自我中心所结恶毒的果子。对咱每一个人来讲，事实就是，这个攻击主的死亡，担真做咱罪过的刑罚。搁或者是一个神秘奥妙的故事。真侪咱的问题，到今犹原无法度得到回答。总是咱看见耶稣，但一切上帝所通过耶稣基督的所做，拢得到完成了。对伊所有上帝的应允，拢得到实现了。伫主的内面，咱享受上帝丰盛的智慧，伊的智性，伊的阳光，甲伊的大疼痛。
故话这就是尊主做王的故事。着主神看耶稣，忧伤的人子，但成做万主的主，受台的羊羔，但已经国活，伊是阳光大德性的万王的王，着来看咱的主，记得伊一切的所做，来亲近伊，鞠躬敬拜伊，来学乐佮尊重伊，来拥护伊做恁的主，恁的王。好听的诗歌，要献予咱的国外的主、国外的上帝，感谢主。愿一切荣光拢归于咱的主耶稣。这时我要来强读圣经，咱先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书》第24章，《路加福音书》第24章，咱要读13节到35节。伫咱作为进前的圣经。现代的中文译本伫142面，台语的汉语版是伫个102面。现代的中文译本是伫142面，台语汉语版是102面。路加福音书24章13节到35节。伫同一天，门徒有2个人到一个庄舍去，这个庄舍名叫做以马忤斯。离开耶路撒冷大约有11公里远，因沿路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代志。拄伫谈论的时阵，耶稣亲身就招群因，甲因斗阵行。因看见耶稣却未认得伊，耶稣就问因：恁一面行，一面咧谈论什么呢？因就徛踮，满面羞容。其中有一个名叫做吉留巴的。问耶稣：难道你是耶路撒冷社区的百姓中唯一唔知影即几天伫遐发生什么代志的人吗？耶稣就讲：什么代志呢？因就回答：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代志啊！伊是一个先知，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讲话做事拢有力量。咱的祭司长甲首领竟然甲伊掠去判了死刑，钉伫十字架顶。阮原来毋望伊
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迄位。毋若安尼，遮个代志发生已经3天咯。阮当中有几个妇人人，互阮真惊赢。因一早就去到墓穴遐去，因无看见伊的遗体。因转来报告讲，因看见了天使，天使来甲因讲，耶稣已经国外咯。阮当中嘛有人去到墓穴去看，发现一切拢甲妇人人所讲的同一样，毋过就是无看见耶稣。接续，耶稣对因讲：“恁实在真愚妄啊！对先知所讲的话，恁为什么会感觉遐尼恶得相信呢？基督毋是一定要经过这一切，才会当进入荣耀吗？”接续，耶稣根据摩西甲先知所写的，开始因来解说圣经顶头关乎到伊家己一切记载。因行过了所要去的庄稼，耶稣好亲像要阁继续赶路，因却挽留伊讲：“日头已经落山咯，天就暗咯，请你甲阮三甲斗阵大吧。”耶稣就溜去，甲因斗阵大落。当因坐伫食饭的时阵，耶稣摕起饼，向上帝感谢，然后掰开饼，摕互因。因的目睭忽然间开了，才认出讲伊就是耶稣。但是耶稣忽然间就无看见了。因彼此讲，伊伫路上甲咱讲的话，甲咱解说圣经的时阵，咱的心毋是亲像敢若火伫刀共一款吗？因随时马上来起身，就转去耶路撒冷。伫遐，因看见11个门徒，甲另外一群人聚集到做伙，拄啊伫咧讲，主真正是国外咯，伊已经显现互西门看咯。迄2个人也甲路上所看见的，甲因所怎样伫主掰开饼的时阵，认出因的经过，来甲大家讲。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的人，阁受感动的去行的人。今仔日咱真欢喜本两个蔡主任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伊的题目是国外见证人，国外见证人，请咱以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国外节，国外是耶稣基督重大的胜利，也是咱性命盼望的来源。今仔日伫普世的教会中间，伫逐世界各地，拢咧庆祝主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活，因为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是咱信仰的根基。所以牧师期待透过今仔日的信息，咱做伙来体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国活的活命。免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神的主，阮只是静静伫你的面前听候，恳求你对阮讲话，就是透过你的话，阮要更新改变阮的活命。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伫领受你的话语无任何阻挡，也互阮会当顺服伫你的话，用阮的生命来荣光你。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咱要来看一个题目，叫做“国外的见证人”。国外的见证人，咱首先看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安尼讲，伊讲门徒中间有2个人，因到一个庄舍，这个庄舍名叫做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大概有11公里。所以这2个门徒，因看见着耶稣受苦、受定、死、被埋葬，然后因真失望，所以因就对耶路撒冷开始要行到以马忤斯这个所在。但是因也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有一寡妇人人，因去看耶稣基督的墓的时阵，发现耶稣基督无去，有天使对因讲耶稣基督已经搁活。所以因一方面是失望，一方面是悲伤，一方面心中也充满犹豫。所以因就沿路谈论这个代志。在咧谈论的时阵，耶稣基督突然间出现，
就问因讲：啊，恁咧谈论啥物款的代志？这其中有一个叫做革流巴，就问耶稣讲你是伫耶路撒冷啊，这旅客中间，唯一毋知影即几工发生啥物款的代志的人吗？伫耶路撒冷发生大代志，耶稣就问讲到底是啥物款的代志？因就对伊讲，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代志。因就说明耶稣基督安怎受苦、受死，然后埋葬了。阁有听见耶稣基督改成国外的消息。耶稣听因两个人讲，明白因心中的犹豫、因的痛苦、因的失望，所以耶稣开始为这两个门徒加开一班具有信仰班，对摩西五经开始讲解到历史先知书，将其中有关弥赛亚必须要受苦、牺牲，才能进入荣耀的经文。拢对因详细说明一遍，讲甲因这两个人煞心中煞火热起来，然后因一边行，就行到以马忤斯。耶稣改成要继续行，但是这两个门徒就挽留耶稣，讲甲阮做伙点啊。然后因伫食暗顿的时阵，耶稣那亲像咧守圣餐同款啊，摕饼祝谢了，掰开分互因。当因一食了，因的目睭就开开，这时阵才认出这是主耶稣基督，是国外主耶稣基督，甲因同行，甲因同食。但是耶稣突然间无去，因就互相对讲，伊伫路上对咱讲话，向咱解说圣经的时，咱的心敢是亲像火同款咧烧吗？所以因就做一个决定，因就对以马忤斯。回去到耶路撒冷，才要将这款的消息来对这信徒讲，对因传讲，主耶稣基督已经对世人中过我。当因回去到耶路撒冷，看见到11使徒甲其他的门徒聚集做伙的时阵，伊嘛咧讲起主耶稣过我的消息，因为耶稣基督迄个时阵已经显现互西门看，这两人也将路人因所拄到的。因安怎甲主耶稣基督谈论，安怎甲主耶稣同坐倒的代志啊，分享出来，做真好的见证。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到这两个门徒，因对耶路撒冷行去以马忤斯的这路上，因是充满了悲哀，充满了失望，充满了失志，甲犹豫。这好亲像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有哪有可能拄到挫折、失望的事？好亲像对耶路撒冷要行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伫这个时阵，如果咱哪会当去拄到迄个国外主耶稣基督，伊就会当为咱带来大的改变。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咱家己以马忤斯的路上去拄到。这对世人中国外主耶稣基督，互主耶稣基督将咱属灵的目睭拍开，通看见伊所带予咱的愿望。因为拄着主耶稣基督的人，伊生命会当得到改变，会当做真水真水的见证。咱要做见证，就是必须要有改变。若无改变，要怎做见证？最近办公室有一寡兄弟姊妹咧做一个运动，叫做减肥的运动。因伫外口讨论了真大声，我伫办公室内底拢有听到。我心肝咧想讲，可能是针对我，因为算规个办公室拄我上大箍。所以我就想讲，虽然无要甲因做伙参与这个活动，但是我嘛是爱有一寡见证。我想到过去神佑长老捌教我讲，只要改变食食的习惯，就当有改变。我就照伊的理论去实行。叫最近改成有体重有较减轻淡薄。你若无改变，就无见证啦。所以我就让村里来讲爱安怎食安怎食开当减轻大家看到有改变，就有见证。所以今日要成做一个国外主要所基督见证人。咱就爱有改变。咱来看这两个门徒因做啥物款的改变？第一，
因是对哀伤忧愁变成做喜乐。咱看记着这段经文，死亡是带予人无限的哀伤，但是国我却带来无比的喜乐。咱看记着，当这两个门徒因往以马五斯的路上，一路拢是满面忧愁。但是当因甲国我的主相拄了，因是安那？因是怀着极其喜乐的心，回去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因真大的改变。所以咱来明白，咱要做一个见证人，上界重要的是咱要有喜乐的心啊！你无可能讲悠愁愁去人讲你来信耶稣，你敢未信耶稣无？吼，伊是个真个我的主，叫你真忧愁。咱看你安尼，敢有要信主？所以你要用极其喜乐的心。检测咱会拄着真大的困难，但是咱如果用喜乐来做见证，这是上大的说服力。要安怎得到喜乐？保罗先生来提醒，讲你若因为甲主结连，常常喜乐。我去讲仁爱喜乐，这是保罗生命喜乐上界重要的秘诀。伊咧写这本腓立比书的时阵，伊用怪伫加勒。照你讲，用怪伫加勒，无失去自由的人，是上界悲伤的人。但是伊却是充满喜乐，写这种喜乐的批信，考劝腓立比教会信徒，要用喜乐来做见证，因为喜乐是咱上界好的见证，是咱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记号。所以，咱如果会让对哀伤变成做喜乐，这是上界大的见证。第二项，咱来看这对门徒，因的改变，因是对惊吓变做平安。拄则的经文中间，当即个两个门徒，因伫这以马五斯的路上，是充满了惊吓、犹豫、无平安。但总是因了当伊甲耶路撒冷是充满平安的。特别当因分享因的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突然间出现，对因讲一句话，就是愿恁平安。所以心中充满平安。特别是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这是一个上界好的见证。当主耶稣基督对因讲“愿恁平安”，伊一定回想到过去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讲我将平安留予恁，我所享受的平安，无亲像世间人所享受的。咱的信仰所讲的平安，毋是讲一个人一帆风顺，无拄着任何困难，是当一个人拄着真大的困难。伊有愿心中平静安稳，因为伊知上帝咧保护伊，上帝伫这一切顶面掌权。我记我细汉有一遍，我的老爸老母出外去买物件，我家己一人伫厝内底咧佚佗，佮当然有一寡亲人伫边啊，我伫家己遐走来走去，我迄阵有看一出卡通影片，叫做《太空飞鼠》，毋知大家敢知影？知影可能拢甲我比我年纪较大诶吼。我看迄个艋舺中间迄太空飞鼠会飞嘛吼，我想讲我来试看卖吼，所以我摕一条筋仔来下咧吼，对阮兜诶二楼，吼，就想讲跳来，我有迄个姿势吼，佮太空飞鼠诶姿势是相共啊，但是跳来了我还无飞起来，所以落落咧吼。哭一个吼，所以我即摆头壳才有一个伤痕吼，就开始流血吼，当然毋是足严重啦吼，我就大声哭吼，厝内底人赶紧去老爸老母叫转来讲，哇，恁囝跳楼啊吼，叫我老爸转来吼，看我伫遐咧哭吼，伊拢老烂诶，然后我抱咧，其实我即摆也会当感受到伊迄阵老抱咧迄个感觉。虽然我老爸真早就过身，但是迄个感觉我永远拢会记住。迄是一种安全感。伊甲我抹掉，然后甲我送去病院。当我老爸老抱的时阵，我就知影讲我可能袂死啊，吼，因为老爸老保护掉。咱知影老爸老母伫咱的身躯边带予咱安全感，但是这个安全感是暂时的，只有国我的主。会当时时带予咱真正的平安，因为死亡对人来看是绝望啊，但总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超越过死亡的权势，对死人中国我，所以会当带予咱十足的安全感。
虽然值得将咱的性命交托予伊，圣经嘛安尼讲，应当一无跨路，只要凡事借着祈祷、祈求甲感谢，将你所爱甲上帝讲，上帝所赏赐迄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的确伫基督内面保守咱的心怀意念。所以，如果咱若投靠耶稣基督，投靠伫伊的怀抱中间，伫伊的内面，咱通得到十足出咱意外的平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信耶稣就爱信甲真平安。如果若无平安，免遐去做见证。咱伫活踮伫一个无平安的世界。如果咱能用心中的平安、外在的平安来做见证，的确是真有说服力。所以，咱爱用内心的平安、外在的平安来做见证。第三项改变，咱看见着这两个人，因行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是满面愁容、心肝冷淡，但总是当耶稣咧甲伊谈论这个事的时，咧甲伊同坐道的时阵，因心中就充满火热。所以做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就是爱充满火热的心，爱愿意常常将你生命的见证甲其他人分享。当这两个门徒因经验过主耶稣基督了后，圣经中间讲，伊讲主耶稣基督伫路上对咱讲话，甲咱解说圣经的时阵，咱的心敢毋亲像火相款咧烧吗？所以因马上做一个决定，因回去甲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冷淡的心变成做火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伫遮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国活。如果主耶稣基督无国活，咱今仔这组织是追思礼拜。但是因为伊国活，虽然今仔是用大欢喜的心来庆祝，所以牧师期待咱每一人，拢会当成做一个国活的见证人，将咱心中的喜乐，将咱的平安、火热，将这款的消息传出去。如果咱每一个人会安尼做的时阵，咱的教会、相连教会，就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做一个做见证的教会。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的心充满了你所赏赐的喜乐甲平安，也互阮用火热的心，愿意将国活主耶稣基督伫阮生命中间带来改变，分享出去，来成做别人的祝福。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过来吟诗，圣诗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吟诗煞，咱要来强守圣餐，咱三甲起立来吟。耶稣辛苦陪伴。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三甲来收主的圣餐。现在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凡那归院的人所讲。主耶稣讲：恁既若着我担重担，就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也讲：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弟弟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伫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接下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这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提饼祝谢。虽然达成教义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阮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伊就要纪念伊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的圣白碗，也圣白者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因为阮的信心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持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用阮的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当咱摕着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咱会当得到赎回。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今日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我。流出的宝血所设立的。当咱摕到这个杯时，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流出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最后所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疼，阮领受你的圣餐，甲你同齐道。互阮透过圣餐明白，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中失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感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当了后，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未奉献的台省，我代表双连教会，要欢迎头一摆来阮双连教会的朋友。恁若伫外口爱望的接待所在，无填写内面的接待卡，请恁伫座位进前有内面的留名卡，请恁继续来填写。即时我们三甲来奉献。咱三个来奉献感谢。
主啊，所阮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的对视国我，互阮有更较侪信仰的确信。主，阮有信心阮也有活力，要搁继续向前来跑走这条天路。阮嘛要奉献阮的财情，再甲阮的金钱，一切拢为了主来做好的圣工。即时阮奉献淡薄的经文要为着教会圣工的路用，愿你来监纳。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时间的关系，我来接重点来报告吼。咱掀开周报的第5面，本会的消息，本周的特别事工，本主日国外节，咱有感恩的心来欢庆主耶稣基督战胜死亡的权势，救赎咱，使互咱无比的疼甲恩典。礼拜了后，咱有分予每一位兄弟姊妹。有一粒彩色的卵，这是要代表耶稣基督赐咱新的活命。咱确定若有摕彩色的卵一人摕一粒，无需要摕别人来摕多谢。伫咧第6夜牧区的事工，咱青少年牧区的事工有一个真重要，一年才一摆，就是各种高中的家长会，伫咧4月初8下主日下昼1点。伫咧12楼的礼拜堂，要有即个家长会。即个家长会，咱有请一个物理化学的老师，是吴信聪老师，要来分享吼。即摆有真重要，就是咱定定在处理咱的主题吼，有一寡手机仔的问题啦，也是因各种要安怎参加会考的问题有当时因伫学校有拄到言语上，也是行动上霸凌的问题，伊拢要来甲咱有真好的分享。欢喜咱家长会当来参加并且来提供一寡宝贵的意见来分享。咱来看第7面，装备委员会有消息有一个真好的消息，就是咱装备课程，咱蔡主任牧师伊伫咧5月开始要为咱伫咧每礼拜拜2有要开一个查经班，就是即马对我开始是要对加拉太书来查经班，伫早起甲暗时拢有一讲咱的蔡主任牧师无时辛苦拢为了咱来训练伊遮伫咧周报顶头，遮有牵一段咱蔡牧师真感动的话咱来小看一下因为这咱若甲咱的生命投入去这内面，毋是干那在读经读一个神学尔是咱会当得到生命大大的改变。咱搁来看第9页代祷的事项，有真多代祷事项，但是咱有一个重要伫咱4月42日咱有7位的成人洗礼，甲4位小儿洗礼，甲4位坚信礼，咱为着因来代祷无会通受到所有阻挡，会当互因顺利来完成洗礼。搁有25位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咱嘛时常会当伫咧代祷中来干三角纪念，求主来紧医治因。我报告到这，咱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时阵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敬拜兄弟姊妹。这有几位，第一位是张香田女士，
伫后壁面嘛吼，咱请伊去欢迎吼，伫后壁遐吼，欢迎。另外有一对夫妇任德玉甲廖义琪夫妇，好，遮吼，欢迎。阁有一个台语的罗马里班的学员吼，吴志伟、吴志伟，遮吼。阁有骆雅英，小姐，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无介绍着。那么咱等下请这贵宾吼，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席，咱请边仔的朋友来带去贵宾席，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一个介绍。牧师伫遮有一点补充报告，就是讲咱过来有会拄着清明吼，咱有真侪人会去扫墓吼，还是讲咱家族有聚会咱特别牧师团有准备一份咱伫即个圣墓的时阵的礼拜的听书吼，会当互大家参考。如果你若需要吼，等外口的招待桌会当摕一号摕一份，咱较照咱的人数较家己去卡比吼。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好，多谢。咱来吟上营510首《乌老天顶主宰》，吟诗煞，咱要请蔡牧师来祝祷，咱参加起立。愿各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他，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小温将受差遣。